我平時咧都比較少搭船嘅，今日咧特別搭船咧入長洲，因為咧今日就係長洲太平清醮嘅大日子。太平清醮咧已經喺2011年啦被納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㗎啦，所以咧都吸引到好多嘅遊客咧特別慕名而嚟嘅。陣間就同大家咧專程介紹一下入到長洲有啲咩我哋香港嘅招牌食品同埋招牌景點。大家計劃行程嘅時候，記得上新渡輪嘅網站 www.sunferry.com.hk， 咁就可以睇到船期同埋相關嘅價錢。記得咧係有分普通船同埋高速船嘅。我每年咧都會盡量喺呢個時間抽空去到長洲感受下太平清醮嘅魅力。我哋而家去邊啊？去個嘉賓席度。睇到我哋急速嘅步速就知道我哋趕緊時間。蛇年版哦，嗰個蛇年版啊！而家興哪吒已經有哪吒啦。小妹妹咁細個就要受訪咯喎。好熱啊！係嘛？呢個哪吒好似想喊咁喎，點算咧？好大嘅，好可愛啊！大家睇唔睇到？有啲市民會自己喺屋企嗰度睇住巡遊嘅。入到長洲，特別要推介大家走訪下橫街窄巷，感受下當地村民嘅鄰里關係。村民間濃厚嘅人情味，就好似一眾義工經過，村民都會特別準備風扇為佢哋降溫。感受完熱鬧嘅氣氛，就帶大家睇下鳥語花香、寧靜嘅長洲。大家平時中意嚟香港行山路，呢度都推薦俾大家。靚嘅海景，沿途咧仲有好多嘅打卡位嘅，特別可以介紹一下呢個關公忠義亭，神像係由整塊樟木雕刻而成，而且喺春天嘅時候，附近呢仲會有一片片嘅櫻花海。半日咧實在睇唔晒長洲嘅景點，強烈建議大家咧可以去酒店留宿一晚。酒店咁樣落去咧，就係好靚嘅海灘啦。
帶泳衣嘅話，我都想游水，可以游去個浮台嗰度。然後大家可以睇到啲沙幾靚。嚟到長洲，梗係要去島上嘅熱門景點打卡啦。呢個呢，就係著名嘅愛情鎖場。地身一下，我都只係影相嘅啫，我都未試過上鎖，唔知道 work 唔 work。嚟到長洲，當然唔可以忘記長洲嘅招牌美食啦。好帶大家呢周圍行下，呢度嘅牛雜呢睇落都唔錯。當然要推介長洲嘅魚蛋啦，話大家睇下師傅嘅手勢幾純熟。如果大家行到攰，想飲翻杯嘢，特別推介大家去英皇茶餐廳。呢個地方呢，就連地膽都推介嘅。凍檸茶大家都聽過啦，但係凍橙檸大家有冇試過呢？大家睇下，真係真材實料㗎。呢杯凍橙檸呢，成日都令我念念不忘要嚟長洲。喺長洲呢，大家都會見到呢個畫面嘅。大家排場究竟買啲咩呢？就係買包包啦，平安包。我呢都會買返去屋企做手信嘅，既係應節，亦都可以將平安祝福傳遞俾身邊嘅家人朋友。要買手信嘅話，仲有另一個選擇，長洲嘅糯米糍呢，亦都零舍出名。老闆娘你好，我就芒果糯米糍啦，咁亦都有榴蓮糯米糍啦。咁呢個叫士多啤梨，我都食過，好好味嘅。咁佢哋係半隻芒果嘅，好大隻嘅。咁啊，仲有豆沙糯米糍啦，即係仲有花生餡啦，有啲似茶果個感覺嘅。睇見都流口水啊！想即場食咗佢，等唔到做手信。長洲呢，仲有好多文青風格嘅咖啡店，大家呢都不妨可以試下。作為花名咖啡因嘅我呢，當然都要去唔同嘅咖啡店嗰度睇一睇啦。開心嘅時間呢，過得特別快，好快呢就到日落嘅時間啦。感受個海風，仲要感受一下當地食海鮮。特別鳴謝長洲嘅鄉頭吳文傑主席。喂，咁快咁快就俾你試下先係嘛？咁快有係啦，試下好唔好味先？係試下。係咪睇到都想食呢？大家呢可以帶埋海鮮嚟到餐廳嗰度加工。長洲不愧係我哋香港嘅招牌景點，歡迎大家嚟。